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空手而回。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何时才会出现呢？通的伊那子，较紧嘞，较紧嘞！今日咱要来摕宝藏，你有欢喜无？啊，等者咱做伙讲台也较大声哦，就无想来啊！守护宝藏是我石门神，要开智慧，爱找智慧之神。桃园的囡仔兄、囡仔姊，也搁有美丽探险队长，大家好！哦，大家拢非常有精神哦。哦，这个食早顿哦，是咱哦一天元气的开始。啊，不过我去早顿店啊，拢看到有真侪外国人啊，对这个早顿店哦，拢非常的好奇，因为外国人哦，真少有这个早顿店。我要问这囡仔兄、囡仔姊，恁若是哦到早顿店的时阵，你拢会点啥物介意食的物件？我介意食菜头粿配红茶，哦，菜头不滚，好，我介意食卵饼配豆奶。恁我介意食肉包，肉哦，我嘛爱食肉包，我介意食姜梅甲配肉酥。肉酥。哦，囡仔兄、囡仔姊，恁逐个拢是内行的哦，即马就提出你的精神，也够开力，大声讲出你的队名。我是台电挑衅队，出发！我是高丽。来，杨武，你拄则毋是讲要摕宝藏？你若是想要摕宝藏，你就要拜托现身。你甲伊讲，你想要摕宝藏，我想要摕宝藏。你的中气敢会伤饱？我是咧想一个问题啦。你讲你想要啥？我想要摕宝藏。哦，唔通这歹吼，啊你徛较过。好，来，这个所在，好。你想要摕宝藏你是不是？想要摕宝藏就大声。要摕进前，爱先回答我这个问题。好。我头前一直咧想哦，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卵？这个问题吼，足困难的。有困难啊。我会选你咧。我感觉先有鸡。先有鸡哦，这出歹讲的哦。我感觉我甲杨武较像，安那想拢想袂通。你讲的卵的料理，你有爱食什么卵的料理？我爱食鸡卵糕。鸡卵糕，哎呦，啊你咧？为啥？我无介意食卵。哦，有人无爱食卵哦？你是看到卵会惊迄种？伫车阁听讲数学最好的是倒一位？数学。哇，伊是去参加比赛得第几名？第2名。哦，足厉害的，迄读下头脑真好，今日就考伊啊。好，啊，有诶，嘛爱考体力，嘛爱考讲台语，大家做合作好唔好？好，来哦，准备接招，音乐家。叫阮的名，咱的大天神上爱食鱼仔，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伫规定的时间内，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若伸到一尾鱼，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看到着偌济，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若一想到热天，恁会想要去游泳，去耍水，去海边啊？无，是拢袂晓游水哦。是啊，我袂。拢袂晓游，会晓游水野手，我敢若会选的样。啊，恁平常时敢有做其他的运动？打篮球。哦，你拍篮球，有做爱做啥运动？无，我无介爱运动。即马就互恁运动。好啊，新鱼啊，好啊，甲台语讲出来，好唔好？好。好啦，加油哦！音乐家。好，开始啊，较头前的哦。哎，有哦。
水球，好，真好。喂，跳水，水哦。虽然这几个小朋友袂晓游泳，康顺，哎对。啊，毋过倒抛球，倒拍啥？倒抛球，倒拍球，倒拍球，差一组组啊。湖帮，嘿，富邦。哎，看有较准的哦。各准，够准，哎呦厉害哦，够准。袂晓收水哦，看无这声哦。哪会甲你讲？挖海假海，水啦，哦，这算厉害哦。哎呀，搁飞出来啊！哎呦，千里，千米掉。蛤蟆的，蛤蟆唔是啊，好，差一组啊。哎，怎么算？蛤蟆的。哎，你有看袋子？蚯蚓，水啦，哎呀厉害，果然是会晓收水的，位就位。钓鱼，厉害厉害，真好拼，豆豆甲拼出来。雷串佬，哇，雷串佬真正厉害，这不简单的，这雷串佬。金蕉船，金蕉船，嘿对。碰红水鸡台波吧，碰红水鸡太无吧？厉害哦！出水口啊，哎呦，那这个好啦，刚才叫人讲了呢，救生丸，厉害呢哦，祖传。够黑，数 K 对，数 K 是对。空气筒啊，空气筒啊，有机会，有机会！海猪仔球，好，阿金，阿金，过关，哦，破声吹落，厉害啦！地步拢恁讲了了啊啦，颜武，你看到迄张图，你看袂出来是啥？看会出来，啊，只是毋过袂记哩。袂记哩。来边仔迄个会晓收水的，甲你讲，迄张图是啥？水镜，嘿，水镜啊，就是咱的蛙镜啊。哦，蛙水镜镜哦，啊，你讲蛤蟆，蛤蟆的，蛤蟆，蛤蟆会穿落会变安尼。加了，伊迄是蛤蟆会，因为人讲产蛤蟆，就是青蛙，所以就是蛙蟹就叫做蛤蟆会。哦，碰风水鸡太无吧？什么意思？就主端，就强的，对，伊就是敢若就爱讲大话，讲大话，啊，毋过伊阁无啥物本事，就是这个意思。大家拢真了解，真好。恁拢总摕到18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非常厉害，非常了不起。再来后一关，准备接招，进来卡。台语上练档，咱遐顶的两个人爱形容因看到的物件，做答的人爱讲出正确的答案。伫因报落来进前，看要几题，就会当摕到相对金箍箍，提出恁的勇气来过关啦！先说了，要甲你介绍一下，我今仔日有一个队员颜武哦，伊是早起大汉的，透早4点，然后陪爸爸妈妈去斗三工。哇，那这乖！啊，你斗三工的内容是啥？叫咩？叫呗，拢安怎叫呗？你会使小可试用听看嘛？哦，来，来，哎，好，我表现一下，莫避暑哦。我这吹落来。好，这个蒜头又搁芳又搁香，搁有内湾的老姜，互你煮汤煮甲芳，讲又搁讲芳。哇，这就无啊。厉害！是啊。伊这种话卖方式就真故意，啊，你就会去伊声音吸引去啊，吼，但是已经真够啊。好，啊，即马恁爱换恁啊，尽量去讲，尽量去形容，啊，恁尽量要，加油，进来卡。好，来啊！几个哩？两个哩，伊个俩歹人，警察，几个哩？两个哩，你想要到听你会去？卫生纸，不是，内底物件
这个有的呢。几个哩？两个哩，你用什么所在去动用？是不是一个部位？你讲是不是一个部位？对哦是。卡村，对对对。再来。你弄掉物件，你会安怎？贵哩，两个哩。你人弄到物件安怎？你的肉去弄掉，嘿，我猜，哦。几个哩？两个哩，两个物件伫咧上路，你倒位花心，伫倒位也发生啦？路铃，车祸，车祸，对，差。这厉害啊！几个哩？三个哩，那是这。加油！是。差死。几个哩？两个哩伫厝内应该会看到，厝内看到，会用到，看伫这个时阵，一个鼓励，鼓励，鼓励。好。几个哩？两个哩。两个哩。你看电视的时阵是啥物人？向你看。演完对，好厉害！几个哩？两个哩。元宵节。元宵节安怎？元宵节咯。元宵节。会算一个游戏，差不多。顶菜，伊讲顶菜啊。顶菜。哦，为啥你较大声的？嘿，较大声。来。彩哩。啊！好，到底叫到几题？咱做伙来看卖者，赢了卡。头先主选一落来就问主妇讲：啊，你是有咧动无？啊，真正无好背吼。因为你按哪背，我按哪收字，无遐简单。第一个 pass 的是啥？做伙念。地能。第米能是啥？茶叶蛋。哎，茶叶蛋。啊，地米能免哪药？便利店有得卖。鸡仔哦，鸡仔生出来。生出来，啊，甲迄生出来迄粒迄粒摕去煮煮。啊，加必须的。咖啡色，你知啊？安尼差不多啊。啊，表现了嘛真好，哇，拢总得到8题，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袂歹。水哦，上尾关啊，佮甲另外一个摕起来好无？好。来，准备接招，赢来个。选你无毋对，即关要来看影片，内底会有题目，白写写甲红记记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恁着爱判断，选看谁才是对的。若是选唔对，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若是选了对，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咱台湾啊是一个海岛，所以咱信仰的神明啊，拢甲海有关系。尤其是咱台湾非常有名，就是伫屏东东港小王村，这个部分哦吸引全世界无数的人来到迄个所在去感受神威显赫的迄个力量。咱做伙来去看卖一个，引来看。大家好，我是人死阁有爱心地生活充满好奇心的非常一女花黄大欣。今仔日啦，咱来到屏东的东港，这个所在啊是东港椰王非常出名的哦。咱做伙来去看卖呀咧，行。今仔日啦，真欢喜会当邀请咱的蔡董事来替咱小解讲咱的东阳宫，伊主要是咧服侍什么事？阮所服侍主神是文富千岁。东港这讲个是一个介典型的渔村，靠掠鱼，咧探食，求文龙窑，斗卡手者，是加了歌，加了较加了歌啊，佮鱼啊。有纯粹路程嘛爱对平安。啊，最主要嘛是爱平安，因为你出来以后蒙蒙渺渺，这是咱精神上的寄托。啊，甚至你也知影，阮东港有咧鸭王，恁应该有听着啦，啊，东港鸭王，阮是3年一届。鸭王的这个过程啊，伊的流程是安怎去走的？鸭王的期间是7日8天，头一天中昼，阮会先到海边遐去请大千岁。啊，即摆接下是咱每一天当然啊，拢一定爱敬王啦，爱敬礼啊。啊，咱的每一天的时阵，每一人大约啊，拢差不多11、12点，啊，就开始甲大千岁人较清扫的，迄个宴王。好的时阵，拢差不多伫迄个点外，阮就出来啦。啊，咱到迄个海边啊，所有的这信众要答谢的这迄落金纸，咱就来送伊到遐。4点外要5点嘛
遐工课拢准备好啊，啊，咱就赶紧哦，甲放炮完送。啊，放炮，咱即马有火星咧，即马是咪伊就会倒来，这金纸吼，伊就倒来，啊，咱就甲送。自咱这个疫情哦，啊，甲带走哦，互咱的迄落哦，这社会会当哦，啊，较平和哦，对啊。讲到疫情啊，我就想着，其实咱的生活当中有足侪病毒哦，亲像是肠病毒啊，是感冒拢共款，所以啊，下面倒一个防疫的观念是正确的。好，防疫的观念是正确的咧，红记记白谢谢。是真是假看袂清，白谢谢甲你来讲，互你洗分明。当然嘛是爱用酒精，啊酒精呢会当用这个，甲这个肠仔病毒哦，这个卵白质，甲脱水，安尼哦，这就是一个上好的方法，安尼你知影无？哦，即摆是你讲肠病毒。东北东。啊，红记记安怎讲？大家好，我是洪记记，看公司台语台，带你拍开台语的新时代。我甲恁讲啦，一定爱用这个漂白水来消毒，因为呢漂白水内底有次氯酸钠，啊伊呢会使改变这个肠病毒内底的卵白质，安尼就会当消灭病毒哦。恁感觉是谁讲的正确？我感觉是红记，是安怎是红记记？因为伊个学校拢用漂白水消毒。珠山呢？红记记，哦，红记记。最认选的是红记记，敢安呢？最认选的是红记记，敢安呢？就是要用漂白水，而且大家会记哩哦，你漂白水，你若是要做一清洁的时阵，一定要透冷水，袂使透烧水。袂用烧水哦。你就是透薄薄啊，啊有迄个漂白水刚刚有迄个成分伫内面，你若用烧水，伊会破坏内面的迄个成分，就无法度消毒，效果就真歹，安尼知影吼？知影。好，安尼咱来看后一题。大哥，我看你的清茶足特别的，敢会当问看卖你伫遮是咧做啥物货？这绝对啊服务哦，来为咱是风险性内底来制解。制解的这个流程是要安怎走？咱有分大解甲小解，小解你就是来入面先用甲天水啊参拜，进入就诸事不顺，后尾啊天水啊收惊制解，大概爱要来问天水啊，甲跋杯，甲天水啊讲天水啊地主进入某某人，我今仔日啥物代志，想要天水啊大解。烧了过15分钟，开下跋杯，杯然后杯，摊开看要讲几个，分男生女生。女生呢？哦，伊要摕鸡丝出来啊。未婚就是红边，已婚就是后边。未满18岁的小朋友就那一个藤条。哦，迄支较幼的迄支，啊，若是查甫的咧？查甫的迄支上粗的迄支。拍的，就这样跟你讲下等。当然是讲究。安尼，咱即马有了解这个小解跟大解的顺序啊吼，咱这回来去体验看卖啊咧。即马有找到一个先生，伊要来进行这个大解。伫咧这个过程当中，伊爱做详细解王爷讲伊出现的问题，伊需要解的是啥物代志。啊，等下看拔出来杯是安怎，若是圣杯的话，就表示王爷会当允准伊来解问安尼。即马要来进行的就是大解，所以伊首先就要先来把伊的鞋仔脱掉，啊，搁来伊就要行去迄个草丘啊顶悬。冰泉水啊，一地土里奔，来的。咱有做伙看到大解的过程啊，这个过程啊，其实大家人拢一定有受到真大的保庇，而且伫咧这个过程当中，查甫因红拍的部位是尻川。讲到尻川啊，我就想到台语有一个词叫做“长尻川”，唔知影大家敢知影长尻川是啥物意思咧？来啦！哈。啊，到底长尻川是啥意思？两位？这个意思就是讲哦，一个人去便所去伤久，啊，你若是看到熟悉的人，你就讲哦，你真正有够长尻川的呢？去便所是去一世人哦，安尼你知影无？红记记安怎讲？
我会答案是，你去人兜吼坐伤久，你若是拄着熟悉朋友，看伊去人兜坐足久，你就会使甲伊讲吼，吼，你真正长尻川呢，坐落吼就袂记你要起来啊。哦。对，咱们讨论一下。安吉吉哦。啊，你爱我一个理由。嘿。无理由。无理由就是上好的理由。好，所以你选的是。安吉吉。哎，干嘛呢？哎呦，再会哦。对啊。嘿啦，啊，就头先来讲的，长尻川就是讲去人兜坐伤久。坐伤久。啊，有一句的是安尼讲，讲人尻川后，伊通常讲，你伫人的背后讲因仔话。你知影迄现神哦，伊坐伤久有痔疮。伊就是伫我的尻川后讲。这袂用诶，这袂用诶。恁拢总对着问题，会当摕到一个金扣扣。哇，这组真厉害，到底敢摕到宝藏呢？现来个。哇，厉害哦！3届机会，即摆要选倒一个动物？哪里就好当尾山牛，当尾山牛，当尾山牛。当尾山牛。第一个当尾山牛，啊手甲放起哩，轻啊！敢唔可能才拄好第一条对？敢唔可能？无可能。无可能，好来看卖啊者，请起来。啊，就亲像你讲的，亲像你所讲的同款。够两届机会。好，后一个你要选倒一个？朱砂是你要选？就好。好来，手甲放起。就好。敢有可能你就好咧？敢会甲宝藏抓转去？请起来。啊！来啦！剩一届尔。即摆紧张啊啦！这个哪里哦？哪里哦？好啊。好。手举起看卖啊。哪里哦？哇，哪里？哪里？希望伊，敢有可能？要选到。宝藏到你内面，请起来。哇！颁奖！我来这高级啊！这啥物件啊？木做的佚佗米啊！一半一半的机会，互你选到。哦，这佚佗米真高水呢。对，这佚佗米就是这个木做的，啊是日本的福神做。对。福神的。啊，搁有下骹迄个是互你激头脑的。哦，这阵小朋友真正有够会讲台语，台表现到足好的，花式搁吹来。真正是非常了不起，欢喜。